嗨，我係麗奇老鼠啊！我喺 BU 主修翻譯，平時都會上網練習一下翻譯㗎。我想畢業之後主要做翻譯嘅工作，所以希望可以事前累積一下工作嘅經驗。但係我揾咗一段時間，都揾唔到可以兼顧學業嘅工作，唔知有冇咩方法可以解決呢？我諗我可以幫到你喎。真係嘅？嗨，我係 BU 翻譯工作室嘅郭柏賢啊。你好啊，麗奇老鼠。你好啊，郭柏賢。我哋呢個 course 可以為同麗奇老鼠有一樣煩惱嘅同學提供解決方法。真係嘅？係咩方法嚟㗎？呢個方法就係一路做嘢一路返學啦。咩話？唔知麗奇老鼠，你有冇陣時想要重新翻譯其他人嘅譯文呢？有啊，成日都有啊。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嘅翻譯好過其他人呢？覺啊，成日都覺啊。咁如果有得俾你翻譯，你想唔想翻譯一下呢？想啊，好鬼想啊！我哋翻譯工作室就能夠令所有人都可以好開心咁翻譯。翻譯工作室會為大家提供唔同嘅工作機會，仲可以俾大家一路工作一路學習，即係所謂嘅服務學習，累積寶貴嘅經驗。太寶貴啦！當然，大家都可以收到一部分工作嘅人工㗎。真係太有良心啦！工作內容更加係包羅萬有，由翻譯醫學專有嘅名詞或者專業嘅文獻，去到翻譯文學相關嘅作品，款式更加係層出不窮。唔係啊嘛，好多啊，太多啦！而且我哋嘅工作亦主要為社區服務，同多間本地機構合作，為社會出一分力。真係好過做善堂啊！但係郭柏賢啊，如果接咁多工作，會唔會好大工作量，好大壓力㗎？當然，我哋都有顧慮到呢一點，並且好好咁平衡咗大家嘅工作量。我哋會設置一個工作量嘅上限，基本上同其他科嘅工作量亦都相差無幾。而且呢一個 course 有各位教授同埋助教全力咁支持大家，盡力為到大家減輕壓力㗎。咁我就放心啦。而且近排新聞咪經常有啲暴力嘅傷人事件嘅。係啊，真係好可怕。如果呢啲犯人睇到我哋嘅翻譯，諗翻起為社會服務嘅心，咁咪可以令到犯罪率下降咯。的確啊，的確係咁啊。亦即係話，翻譯甚至可以令到世界和平啊！好犀利啊！翻譯太犀利啦！所以我哋翻譯工作室係能夠令所有人都幸福嘅 course 嚟㗎。今日多謝晒你啊，麗奇老鼠。我多謝你先真啊，郭柏賢。我真係好想快啲翻譯啊！